基美病院外科部甲儿房医学中心的主任陈明正表示，根据卫生福利部公布，2022年国人十大癌症的死亡率，女性的乳癌排名第4，平均每36分钟就有一名女性国人得到乳癌，是妇女癌症发生率的第1位。其中带有遗传性乳癌基因 BRCA， 如果发生突变，得到癌症的风险相对就较悬。医师以10当前安吉丽娜·裘丽为例，如果会用早期检测，制定适当的治疗方案，就会用精准来治疗乳癌。大部分的癌症你很难跟这个遗传有相关，那乳癌也是啊，大部分你都找不到原因，那只有少部分是跟所谓的BRCA菌有关系，而且这个会是跟遗传也有相关，那当你是一个很年轻的族群，年轻的乳癌或者卵巢癌有家族史，这种情况都要很小心，那10年前。安吉丽娜·裘丽就已经因为这样子，她有这个基因，所以她把双侧的乳房都切除掉。这是10年前的新闻。可是这是10年之中呢，事实上，全世界的这个药物呢，在这10年内事实上也进步蛮多的。所以现在也有一些新的药物，那可以用来治疗，而且有些药健保已经开始给付了。所以当有这样的基因的时候，在用药上面跟10年前是不一样的。医师表示，虽然不是每一个人拢需要做遗传性乳癌基因 BRCA 的检测，不过建议高风险群，亲像有家族史、少年就得到乳癌，或者是3阴性乳癌的病人，会用来考虑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